18,599 Mesa 30 Way 5個房3個廁2629尺66萬 ，OK？ 睇一睇個 surrounding 先，我哋近落啦 ，OK？ 個 lot 好大，比較大啦。compared到上次你哋唔中意睇嗰幾間新啲嘅屋，有7396尺，咁同附近啲屋個距離都好遠，所以呢就唔使驚你個窗望到隔離屋企啦。OK， 咁入去先。呢間屋有個游泳池嘅，咁跟住有 new carpet 啦，所以佢擺咗啲膠片喺地下咁樣，膠紙喺地下。OK， 咁左邊我哋有個廳啦，個飯廳啦。OK， 跟住睇咗個 kitchen 先啦。Okay， 都 relatively new 啦，有個地方擺酒，個 dishwasher 就比較舊少少 ，oven 都比較舊少少，但係啲 cabinet 睇落去個 condition 都幾好嘅。OK， 第二個飯廳仔啦，係個 living room 啦，個 pool 啦。OK， 第一個房，第一個廁所，第二個房，walk-in closet， 個 master bedroom 喺樓下，有個企喺度嘅 shower， 咁呢度一個廁啦，個房係對住個游泳池嘅。Okay， 第三個房。OK， 咁就上樓層啦。呢啲地氈就舊嘅，頭先樓下啲地氈就換晒新㗎啦。OK， 咁上到嚟嘅話呢，有個書架啦，有個 bath 啦，有 stand-up shower 同埋有 bathtub 㗎。咁點解咁光？上面有 skylight。跟住第四個房啦 ，OK， 跟住就係第五個房嘅。OK， 上面都叫有個山嘅 view， 同埋睇住下低個 swimming pool 嘅 tile roof。